超商的卖货边服务，互店头甲人客买物件是真利便。不过最近却出现诈骗集团用假的卖货边网站诈骗民众。就有一个姓杨的嫌犯用这款方法诈骗7个民众，计共有146万。尾手是南口警方抓到嫌犯，当中有3个人。我们林口这里有案件要请你说明。提出股票顺利甲骗徒抓到，因为这诈骗集团利用超商7-11的卖货边平台来骗人。警方调查，嫌犯经由面试买卖平台，假先是买的人，讲要追踪买的人就说参加抽奖，等被害人追踪就发出假造的卖货边链接，讲被害人已经是抽奖的得主，买物件就使获奖。本分局近期获报，有多名被害人因透过脸书社团购买商品，遭诈欺集团假冒线上客服专员，以开通诚信交易为由，要求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。警方讲，被害人汇钱买物件了后，嫌犯会以无多经由卖货边完成交易为理由，诱骗被害人开通线上交易，要求转销验证身份，就假设银行的客服人员，只是操作转销到指定的口座内底，总共有7个人互骗去146万。被害人汇款数字后，惊觉有异，便立即报警处理。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破获以阳性犯嫌为首之诈欺集团。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随后，对着卖货边这类诈骗的手法，刑事局是邀请艺人来宣导，呼吁民众提高警觉。诈欺集团以无法下单为由，诱使签下不明的金流协议，请卖家绝对不要点开这些仿冒平台系统发出的不明连结，乱加赖，更不要误信话术操作网银汇款，掉入2次诈骗的陷阱。7-11讲会伫官方网站顶面主动来提醒反诈骗的信息，也强调7-11甲卖货边未经由改善，要求消费者提供个人的资料，若是有疑问，会使打电话予服务人员问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